有時人咧就好貪心嘅，既想咧望到我身後咁靚嘅南區海景，亦都希望咧可以坐擁咧我前邊呢個咧維港煙花海景。大家諗到咧 Hugo 今日帶你睇咩咧？其實就係帶大家睇一個咧，無論租買咧都要 waiting list 嘅一個淺水灣名下，位於一個淺水灣道頭段嘅淺水灣道3號。有 Hugo， 今日帶大家嚟參觀一個淺水灣道3號。講緊呢棟樓咧，由新鴻基地產開發，喺1997年嘅時候落成。成棟大廈咧，只係提供咗42個單位，所以咧無論租買咧嘅盤源都係非常之稀缺。我哋今日咧參觀一個實用面積1700幾尺嘅4房1套。首先大門入到嚟啦，有一個咧好有氣派嘅玄關位置，側邊咧可以做啲鞋櫃嘅位置。入到嚟咧就係一個對流窗嘅一個客飯廳，見到咧飯廳呢個位置側邊做嗰啲餐邊櫃啦。正常側邊呢度之前仲有做一個小小嘅吧台區。個人幾中意咧呢間屋咧就係有山有海。我哋後邊飯廳呢個位置咧可以望到咁翠綠嘅山巒，正對面咧呢個客廳嘅位置咧可以望到維港煙花海啦，同埋一個南區嘅雙景。呢個客廳咧，你見到呢盞吊燈，正常呢個位置咧足夠擺一個6至8人嘅飯台，一個長直廳嘅設計啦。過到嚟咧，客廳呢個位置本身呢度做咗個 feature wall 啦，好容易估到啦。之前應該電視就掛喺呢度啦，或者做個電視櫃。側邊咧仲可以擺一個 B&O 嘅 speaker 啦。個人幾中意咧，淺水灣道3號咧，除咗外形咧好 signature 之外咧，就係呢個弧形嘅玻璃窗，成個落地玻璃採光度非常高。幻想下6、7點咧，前邊呢個維港煙花海景落幕嘅時候，全部開晒燈咧，呢個景咧就非常之震撼。嚟到呢一邊咧，我哋望翻落去咧，除咗咁翠綠個山巒包圍自己之外咧，就可以正對咧呢個南區海景，黃竹坑站啊、港島南岸嗰啲新樓咧，全部都可以望到晒。其實成個淺水灣道頭段咧，大部分咧都有成50至60年啦，所以今日參觀呢個淺水灣道3號咧，喺區內嚟講咧，真係一個後生仔，加上個地理位置真係非常之方便噶。如果揸開車嘅朋友都知道啦，淺水灣道頭段咧，你有幾條路咧可以走噶。我哋咧一落翻去啦，經過呢度就落到大坑道啊、司徒拔道、落銅鑼灣咧，基本上咧大概係10至15分鐘可以去到。如果你話小朋友啊喺新加坡國際學校嗰邊翻學咧，呢度經翻淺水灣道落去咧，亦都係10至15分鐘裏邊到。接住入到廚房嘅位置，廚房咧首先入到嚟咧，你見到呢個位置偷空咗，應該原本咧係一個雙門嘅大雪櫃，但係側邊咧仲有好多走動嘅空間。過到嚟櫥櫃呢邊啦，採用一個 U 型嘅台面，另外3邊都做晒收納櫃。不過講真，今日參觀呢個單位咧個使用痕跡都幾多，包括一間我哋睇睡房啊、主人套房。我相信咧成間屋買翻嚟咧，你都必須要咧全新大裝修過。再入到去咧就係工人房啊，同埋一個佢工人嘅工作空間。今次參觀嘅單位咧係一個4房1套嘅間隔。首先咧，我哋右手邊入到嚟咧就係第一間細房或者可以個小朋友房啦。本身咧佢嘅擺位咧都係適合一個小朋友用噶啦，側邊做咗個衣櫃啊、書台。另外咧佢呢個房咧都會跟咧客廳一樣，望翻咁靚嘅維港煙花海啦。其實我哋前臨下邊咧就係木球會會所，所以成個感覺咧都非常之開揚。而
而喺對面咧，另外一間睡房咧，而家就將佢改做一個書房，做咗個玻璃趟門，令到個走廊咧增加咗個採光位啊。兩邊咧做咗書台同埋書櫃噶啦。另外咧呢邊咧就會望翻後邊個山景啦。作為一個書房嚟講咧，呢個環境咧就非常之寧靜。再轉到入嚟咧，參觀另外嗰兩間房之前咧，呢度咧就有個客廁，同樣咧有窗可以採光。有時買啲舊樓咧嘅舊積咧個好處就係咁。再過到嚟隔離呢間房咧，同頭先小朋友房咧個面積相若，咁啊相信佢就搬空咗張床啊，本身嘅入牆嘅櫃啊同埋書台咧都仲喺度。同樣一個落地玻璃啦，可以望到咧咁靚嘅維港海景。最後入到嚟參觀主人套房，首先呢度咧有一個大型嘅獨立衣帽間啦，個收納空間咧非常充足。入到主人房嘅寢區啦，同樣可以三邊落床啦，而且咧同客廳咧有一個互相輝映。點解咁講呢？我哋正望咧都係一個維港海景啊，望到木球會啊側邊嘅連綿山景啦。另外呢度咧好似頭先客廳一樣咧，亦都有一個弧形嘅落地大窗，正對咧呢個就係黃泥涌水塘。我哋上邊咧就會望到陽明山莊。呢個主人房咧，同樣咧亦都係有山有海。對嚟主人浴室咧，會唔會覺得有啲面善嘅感覺？因為始終咧，淺水灣道3號咧，同樣都係新鴻基咧喺90年代嘅產物。如果之前有睇我片咧，我拍過啲帝景園嗰啲咧，你見到咧佢呢啲咧好華麗得嚟咧咁貴氣嘅裝修咧，就係嗰個年代咧好流行。包括呢啲雙洗手盆啊，同埋一個浸浴可以望到一個水塘嘅景觀。就算後邊啊，我哋馬桶嘅位置啊，都望到咁靚嘅山景。今日參觀呢間淺水灣道3號咧，而家佢嘅價錢咧就包括咗2車位。成日都同人講㗎啦，有時買波鞋咧為一條鞋帶買，你而家買咧在售嗰啲新樓豪宅咧，好難咧會包到2個車位俾你㗎。所以今日呢間咧，如果貨用家嚟講咧，我個人覺得咧都幾推薦。加上咧我嚟之前都估過價，呢個單位而家嘅售價咧就係低於佢嘅估價。我覺得咧佢個性價比啊同埋個價錢咧叫價都係非常之合理。如果有興趣參觀呢個單位啦，或者了解更詳細嘅項目資料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最後希望各位咧繼續支持我 YouTube channel 啦，有興趣咧亦都可以加入我嘅頻道會員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